你伫阮地面上的掌权，虽然世上侪代志繁华，世界代志变动，世界代志混乱，但是主啊，你永远是掌权的上帝。主，阮会当伫你内面得到平安，阮的心灵得到安宁。主也相信你伫阮的中间的时阵，我靠你，我袂得到伫世上得袂到平安，因为平安对你来，平安是属于你。上帝啊，阮当来到你的面前，全部来敬拜，恳求圣神的引带，无论是阮讲道，无论是阮诗歌，阮的学乐，做阮所有这个天数，每一个阶段，恳求圣神对头到尾的引带。主，你听阮的祈祷，陪伴阮的心，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现场的弟兄姐妹以及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今天我们主日的敬拜，我们就要开始，请大家预备好自己的心，来这边敬拜我们耶和华的上帝。请奏乐。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会承接所应允的土地。这条咱要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38首。阿乐全能的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Amen.
接咱三角鸭头来祈祷。阮伫天灵的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你专属的日子，万民拢应该向你欢呼、称赞你的圣尊名。阮公园教会的兄弟姊妹，今仔日也备万心来到伫你的圣殿，或者是伫网络顶面，阮要用诚实甲敬虔的心，要来敬拜你，恳求你接纳阮今仔日谦卑的敬拜。阿爸爸上帝，恳求你帮助公园教会。公园教会有侪的事工在推动，遮个事工拢是为着你的福音传播的事工。恳求你帮助遮个同工，互逐个人拢有属天的气力，来遵照你的旨意来推动遮个事工。互遮个事工会当互较侪人来认捌你，来相信你。阮有幸福小组的事工，阿爸爸上帝恳求你帮助，互遮个幸福小组的好朋友有柔软的心，来听到你的真理，因会当来接受对你遐来要互因的活命。阿爸爸上帝，你帮助遮个好朋友，我遮好朋友会当真真正正对你有初步的认捌，甚至来受洗来敬拜你。阿爸上帝，阮委员要为着公园教会目前讨论的 RPG 的祷告小组，阮为着遮个事工嘛要交托伫你的手。阿爸爸上帝，这是你的主权，阮只有会当做你的奴仆，阮会当做你的囝儿。阮这 RPG 的祈祷的小组，主，阮有初步的讨论甲计划，求阿爸爸上帝，你甲阮三甲基地，互阮要推动这祈祷的小组，拢会当互主内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心神的建立，互因的信心搁较徛牢伫主你的内面，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透过这个祈祷小组的陪伴甲训练，因会当甲你建立一个搁较亲密的关系。阮为着这个要献上阮的感谢。阿爸上帝，阮嘛要恳求你，教会里面有一寡家庭因受到 COVID-19 的感染，虽然因渐渐拢恢复健康，但是阮犹原要恳求你帮助这个家庭，或这个受冲击、受感染的这个兄弟姊妹，甚至是囡仔婴仔，因以后的生活，因以后的身体，拢无受到任何的后遗症。主，你甲因三甲伫地，你互因恢复健康，像彻彻底底的恢复健康。因的恢复健康，像要恢复到伫因受感染进前的迄种健康，无有任何后壁面的镜头要留伫因的身上。阮为着这要感谢你，主，阮也要恳求你来看顾教会内面有一寡家庭检测受到目前物质介绍
的浮动。这物质介绍大大的浮动，互一寡兄弟姊妹因的生活减菜会拄着困难。求助你甲阮公园教会兄弟姊妹三个同在，互阮会当用听你的心，由阮来听阮这兄弟姊妹，互这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主你经过阮所要带互因迄种听痛的心，互因会当来感受爸爸上帝，你并无去杀因，恁伫因困苦的中间，主你由阮透过兄弟姊妹去关心、去帮助因，互因伫困苦的中间会当感受到主你大大的恩典。主，我嘛要搁恳求你帮助公园教会有一寡兄弟姊妹，因的身体软弱，受到各种病症的威胁。爸爸上帝，你帮助这兄弟姊妹，有这兄弟姊妹，因的身体虽然受到病痛的冲击，但是因犹原伫你的面前，要建立坚定的信心，互因无受到这病痛的影响，互因伫病痛的中间，犹原会当来纪念主你伫因身上的恩典。主，你帮助，请阮的祈祷。主，阮伫昨有举行刘亚清弟兄的个别礼拜。主，阮特别要恳求你帮助刘妈妈因的家族，因每一个人，因拢有受到你的安慰。你安慰的灵赏赐到伫因的中间，互因伫悲伤的时，上时会当想起主你加上伫因的身上、因的家族内面一切的恩典。阮感谢一切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即咱要来看启应文，启应文第19篇。有缘，由我来客国兄弟来引吼。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若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蛇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管顾。伫你的殿院待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灯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
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要过来吟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咱坐咧吟就好。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箴言第19章21节，只有一短短一节，所以我用台语、华语拢读一遍吼。箴言第19章21节，人心内有侪侪计谋，独独耶和华的旨意才会稳当。人心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成就。愿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每一人的内心。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今仔日要赞美的诗歌是我的心，你着称颂耶和华。为是你。
题目是挂书过挂在，我书长，我的就是我，可能是这种意思啦。咱请张牧师。黄牧师、彭长老，各位长职，甲亲爱的牧师娘、英姐，用心是事情嘛吼，甲廖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伫10年前，我捌伫遮，伫黄牧师就任典礼的时阵，我永和长教会有专车来遮来三甲。甲为着光复教会会当聘到一位心思意念非常创新的牧者来感恩。我甲牧师伫永和长教会有同工10几年，伫10几年中间，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讲，伊将新的意念、新的东西、新的上帝国度，所有最的新的看见，带到永和长教会。迄阵的时阵，我相信应该是10几年前。其实伫长教会，咱可能对江秀琴牧师在咱边仔喜安堂。江秀琴牧师毋是遐尼熟，但是江秀琴牧师迄阵有一个等候神系列的 CD， 而且是爱付钱的。即摆伫 YouTube 面顶拢免钱，但是黄牧师愿意付迄个钱来训练长职甲训练同工。游完伊也从新加坡，伊有去遐受训，所以讲从康熙牧师伊伫新加坡的教会属灵温数，每一个人属灵温数会调查会分析。这是当时伫长教会其实是较无即款的看见，总是照着黄牧师伊对上帝所领受的，当时伫上帝国度有做会当来。帮助教会兄弟会当进步的，牧师娘伫迄阵的时阵有带一对拄结婚的翁仔某青年。其实因结婚了，某伊讲妇人人是食菜，先生是技术的后生。但即摆即对少年人一定伫永和长教会，诚做真重要的同工。甲用心，其实迄阵见面时，迄阵还是国中，目光迄阵是高中。我的细囝伫高中的时，国中的时阵，伊迄阵体重是127公斤。不管伫学校还是伫同学中间，其实受到最的排斥，但是目光。是我的细囝伫成长过程中间真好的一个大兄阿兄。我会记得当黄牧师甲牧师娘离开永和的时阵，目光有一领猎装西装，即摆我老的，阮囝无伫穿，我伫穿，我今应该穿迄领来个对。我要讲的是，伫10年进前，迄圆圈圈迄个所在吼，应该就是我，因为身高。后来我发现讲，其实彭长老就是伫我的左边遐，对无？穿西装迄个吼，举手迄个，所以感谢上帝恩典。10年了，咱阁相见。我较无，我感觉大家拢无变，因为伫主内面咱拢是上帝囝，伫上帝拢是宝贝囝，所以咱拢无啥物改变。今日大家分享的题目看起来拢真适合。伊是17世纪的时阵，一个法国笛卡尔伊的一个哲学命题，适合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其实意思讲，我会当思想思考，所以我的存在是安尼见证。所以当咱会当思考的时阵，表示我的存在。为什么我会用这个题目大家给分享？是因为当咱的思考，毋是伫上帝旨意的时阵，是咱家己的时阵，咱可能会受到这环境的引诱，还是这环境的改变，互咱的心会当离开上帝伫咱心中美妙的旨意、美好的旨意。所以希望讲借着这题目，其实只有这题目尔。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伫圣经中间有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故事大家拢非常的清楚。
约是伫创世纪37章到50章中间，除了38章是讲到犹大的故事以外，其实伫圣经创世纪50章内面有13章拢讲到约瑟的故事，所以约瑟这个人会当互咱有会当学习，甲会当来思考。当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存在的时阵。可能咱会因为咱会当思考，所以表示讲咱的存在，所以咱煞只会当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是谁？我伫这个世界的目的是啥物？当然后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讲，我以后要去啥物所在？我想这拢是咱人生中间会当会问家己的问题。但是伫20世纪法国的神学家加里文伯讲说，一个人只有伫上帝面前，才会当真正明白家己。所以要明白家己，爱先明白上帝。愈明白上帝，就会当愈明白家己。咱看到中，不管是咱这岛，还是讲麦克风，还是这 PPT 笔，伊创作的目的，就认为伊的存在的目的。这目的，咱爱虾米？问虾米人讲伊的目的？虾米？爱看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会当讲是安怎来使用，但是咱会当问到讲创作伊的人到底伊的目的是虾米时阵？我相信更较清楚。所以咱若相信咱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知影咱人生的目的，咱要到是啥物？我为虾米来到这个世间？我要去啥物所在？应该是爱问咱创造咱的天父上帝。当咱来了解上帝时阵，个人会当愈明白家己。所以透过约瑟，其实约瑟的故事，咱大家拢真清楚。但是我头一摆将约瑟来分析伊对17岁印情，一直到伊56岁，这8个阶段的时阵，这8个阶段来甲大家分享，伊的心思意念的改变，甲伊心思意念，伊所拄到的挑战甲难题，但是伊安怎来赢过这一切？咱的心思来表示讲咱的存在，但是咱的心思是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会决定讲咱到底是会当得胜还是失败。黄牧师伫咱过去2礼拜，甲未来可能会用以弗所书穿戴基督的军装来面对一切的挑战。伫怀疑礼拜的时阵，应该是后礼拜是第3讲，牧师讲上少第4讲，有可能第5讲，表示讲其实咱会当伫这个世间，咱安怎来穿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军装，会当伫这个世界来面对一切挑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咱也知影讲，伫咱的人生过程中间，有侪的无同的环境来改变，咱必须要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啥物？所以今日大家来分享，就是讲安怎约瑟伊对伊17岁进前，伊到56岁，伊的心思意念会改变，但是唯一无改变的是啥物？就是伊独来仰望上帝。伫17岁进前，伊是老爸所疼的囝儿。我相信讲，若是咱伫家庭中间受到老爸老母的疼痛，还是讲咱是工作中间来受到长官的看重，我相信咱拢会当感觉家己袂歹。但是袂歹的时会是毋是会感觉家己自满？所以这个中间是毋是互咱会袂记得讲，到底是真正我真好，还是因为这是上帝的疼？咱在座真侪拢是做父母的，我相信无一个人是咱结婚的时阵，个知安怎做好一个父母。但是咱照着上帝的话经验，还是讲咱伫真侪教养的册，会当互咱来学习安怎做一个亲像父母的父母。所以伫咱过程中间，咱必须要不断来学习，互咱会当甲这个世界的潮流会当来吻合。因为老爸会偏心，所以伊的兄哥个怨恨约瑟。当咱偏心的时阵，当咱所行、所做、所讲的，若有偏差的时阵，可能就有不合伫咱就是无和睦伫咱中间发生，爱需要求上帝互咱帮助，安怎互咱嘴讲的话是适合的话，互咱所做的行当会当来帮助咱
帮助人，毋是互人来得到跋倒。当约瑟伫17岁的时阵，17岁进前，伊是老爸所疼的囝。等于17岁的时阵，伊因为伊的兄哥来怨恨，所以个被卖到埃及做奴隶。我相信迄阵伊的心思意念，可能想讲，伊的兄哥为虾米要将伊卖去？伊的心内是有小可怨恨，甲无助。当一个17岁的囡仔人，伊被卖做奴隶的时阵，本来是一个老爸所疼的囝，但是经过这个环境，伊确实被卖做奴隶，伊的心情会改变，应该是17岁是到高二的，这个咱即摆是到高中2年，应该是心内无法度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这个代志却已经发生。但是感谢上帝恩典是，伊毋知影经过几年了，伊伫17岁开始，一直到20几岁，伊伫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伊做管家，因为上帝甲伊同在，耶和华上帝互伊手所办的代志，逐项行通。所以约瑟就伫伊的主人面前，会当得到恩典来服侍伊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伊管理家务。甲伊的家，将一切拢交伫伊的手中。我相信这个时阵，伊真做一个管家，伊会想讲感谢上帝，应该心内有多感恩。这也互我一个学习是，虽然有时咱伫人生的低谷、人生的困难的所在，但是咱只要持守上帝伫咱心上，伊互咱让遵太上帝旨意。其实这个环境就多困难的环境，咱犹原会当转为做安。转为安，这个是上帝所应允的。虽然伫大风涌的时阵，上帝犹原会甲咱同在。所以，凯正圣歌对于所敬拜的诗歌，咱的心，我的心，你就阿乐耶和华；咱的心，你就称颂耶和华。不管是啥物时阵，咱的心拢爱阿乐咱的上帝，因为伊知影咱的情况。但是，毋知过了几年了后，当伊愈来愈成长。愈来愈大，愈来愈缘投的时阵，波提法的太太的女主人看伊愈来愈缘投，就想要甲伊来，个要求伊甲伊困。伫圣经内面讲，伊是甲伊洗目尾，希望伊来甲伊困。以现代话来讲，伊的女主人希望将约瑟当作小鲜肉，会当互伊来任他宰割。但是约瑟却伊无安尼行，因为伊毋是惊得罪人，伊是惊得罪上帝。咱世间有侪的法律，但这法律有时咱如果无人看的时候，咱就会当去做。但是咱知影咱所敬拜的上帝是超过这一些上帝，不管咱是啥物时阵，咱的上帝拢是伊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不管咱做啥物，其实拢是伫上帝所看见的所在，所以伊毋敢得罪上帝。但是这个女主人佫生气，伊佫陷害约瑟讲，甲伊的翁波提乏讲，伊要来戏弄我，伊要来甲我行无好的代志。任何一个翁婿，若听过某安尼讲的时阵，一定是生气。所以伊佫将约瑟下伫缸内面。但是真趣味的时阵，就是伫圣经内面讲，伊是将伊落伫法老王的人犯的监狱，毋是凊彩人的监狱。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上帝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另外就是，若是照埃及法律来讲，若是你戏弄，也是讲你行奸淫会做的时阵，其实是处死刑。所以波提乏并无将约瑟处死，伊只是甲伊落伫法老王关犯人的所在。这表示啥物？可能这护卫长波提乏知影伊的太太平常时的到底可能已经无啥物守妇道，所以讲可能他也知道他太太也是什么样的货色。所以伊变讲波提乏伊个会当借这个机会，
毋只样做这个机会讲，伊就知影讲约瑟可能是受到冤枉，因此伊就是只是该落伫监内面，但是无讲判几年，完全无讲。毋知经过几年了后，一直到约瑟28岁时阵，法老王有2个，一个是州政长，一个是迄个督邦长，拢得罪着法老王。当时伫关伫监狱内面，当时做梦，迄阵上帝甲约瑟同在，所以约瑟即管监狱的，将约瑟变做一个管理监狱一切代志。迄阵因看到约瑟看到即2位法老的州政长甲督邦长，伊面色非常的无好，佮问伊是虾米原因，伊佮甲因讲，因为因2人同时做梦，但当伊做梦的时阵，因讲毋知这是虾米意思。约瑟佮甲因解梦，但约瑟当解梦，毋是因为伊搞，乃是因为上帝启示伊。所以照伊所解梦，州政长果然是官复原职，但是督邦长佮被吊死，3日后被吊死。约瑟甲这个州政长讲，若是你被偷放的时阵，请会当会记得我伫这个监狱内面对你的好，我无行过任何的歹代志，总是我是受到冤枉的。若是可能的时阵来帮助我，来偷放我，对家中会当来得到拯救。但咱知影讲，伫圣经内面讲，其实这州政长出去了后，伊就袂记个约瑟捌对伊讲的话。我感觉讲，伊是真正完全袂记。一直到埃及王做一个梦了，无人所有的埃及所有人法师的哲学家拢无法度来解梦的时阵，就是你突然来想到讲，有一个人会当解梦。我相信讲，毋是因为州政长想起讲有一个人会当解梦，是上帝互州政长伊会当想到遐还佫一个人。所以所有代志发生，咱讲拢是突然的，都是偶然的，都是好像是凑巧的。但是咱属上帝，咱知影无一项代志是拄好，拢有上帝伊后壁有咱爱学习，还是有咱爱去面对的功课。伫2年了后，约瑟被对监狱中来偷放。迄阵还袂偷放，就是来到法老王面前，来对法老所解梦，就是7个年的丰年，甲7个年的歹年冬。当伊30岁的时阵，伊即阵的心情应该是看到州政长已经离开，但是这2年中间，我相信讲伊跟心内有侪无奈，但是伊无法度，因为伊无法度靠家己，会当来对这个监狱中来偷放出来。伫30岁的时阵，伊的心情，伊个为着来法老来解梦，伊个诚做埃及的宰相。我相信伊的心情应该是懊恼上帝。但是我感觉对创世纪41章80到41节，这内面这段经文内面，法老对伊的人生讲，亲像这款的人有上帝神伫内面，咱减会找会到。所以佫一摆看会到上帝的囝儿。其实你所做的代志，会当互别人看见咱背后有上帝甲咱同在。若是讲咱所做无法度将互别人看见咱是上帝囝儿的时阵，这就是咱爱学习安怎互咱所行、所思、所讲的话，会当互人会知影讲咱是属上帝的，咱毋是属世界的。所以咱的心思意念、咱的价值观，拢必须要因为真做一个上帝囝儿有所改变。幸福小组其实是一个真好、真歹做的一项事工，因为你要邀请新的人，而且8摆到10摆，你必须要尊伊最大，以他为就说是 best， 伊是上好的。然后你需要来筹备真侪，不管是聚会的流程，不管是准备食，不准一组一摆程序结束了，爱准备礼物，其实是非常无容易。但是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咱看重一个还未信主人的灵魂，比这一切咱的时间、咱的金钱更加重要。所以当公共教会伫黄牧师甲郑总的带领之下，有幸福小组，即摆阁要有一个
复兴基督小组 RPG， 这拢是伫最近3年，其实是伫台湾的上帝国度内面跟得上时代的一项事工。做教会伊有家己的事工，但是要做这事工真好，但是需要兄弟姊妹愿意来执行，因为这是毋是牧师甲中职的代志，迄是所有兄弟会当成做一个小组长，像看伫你边仔中间是有 best， 咱2、3个人会当成做一个 RPG 小组，会当来互相祈祷，不管是伫线上祷告，用 Line、用 Google Meet， 还是用 Zoom， 还是伫实体时阵，等咱少年团契，还是讲咱团契小组2、3个人，就算有30个人，咱讲分10组，3个人互相彼此来祈祷。伫祈祷中间，就让领受上帝的话，甲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所以伫30岁时，我相信伊的心思依然可以感谢上帝。这也互我想到讲，伫圣经内面有一耶稣捌讲，提高家己的会受到降低，毋过快屈给家己的会得到提高。华语讲，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毋知影兄弟中间想，即摆伫你的人生过程中是一个较困难的阶段，但是照着上帝话，希望上帝话会当帮助咱，知影讲这个阶段一定会过去。当咱靠着上帝的时阵，上帝会当帮助咱赢过这世间人所看的成功。但是主内面，咱所领受的是天顶一定有奖赏，上帝会荣耀的冠冕为咱来存留。7年丰年的过程中间，约瑟伊有生2个，伊结婚，伊生2个囝。头一个囝叫做马拿西，迄意思讲，互伊袂记了伊以前的痛苦。伊的第2个囝叫做以法莲，就是上帝互伊兴旺。所以伫这7年中间，上帝互伊袂记一切伊所受的艰苦，而且互伊会当兴旺。所以敬畏耶和华是上帝的份，是有智慧。人爱善有谦卑，才有尊严。7年的丰年过去了，就是到7年的歹年冬。当2年的歹年冬开始的时阵，上帝互发约瑟有真有智慧，所以做的牛场、粮仓，所以但是埃及人甲其他所在拢是受到这7年的歹年冬。伫这7年歹年冬中间，埃及人因7年所食的拢无够用，无够用了，因将因家己的金银，将因家己的土地，将因家己拢食做埃及王的奴隶。这就是伫这过程中间，上帝互约瑟有管理全地的智慧。所以上帝创造人，其实咱只要遵趁上帝话，咱将上帝接伫咱的心内面的时阵，咱就会当发现一样代讲，咱其实有上帝智慧伫咱内面。有时咱所想的，毋是咱会当所知影的。伫我伫成长过程中间，我结婚生囝，甲服侍，其实有侪时阵，毋是讲我有啥物外交。但是总是感觉讲，当我来遵趁上帝话的时阵，伫我所行的路面顶，总是有上帝指示。这指示是互我袂行伤偏差。有时我行偏差的时阵，上帝就用伊的慈神爱所将我搁挽回转来。这个会当甲上帝真正我的上帝的好处。捌有一个同工来到我伫基督传播协会，甲我的分享，我甲伊讲。我只项知影一项代志，有上帝有较好无？我毋知影，但是我知影讲无上帝，我一定足惨的。其实有上帝一定足好的，你若比较起来，若是咱无上帝的时阵，其实咱这个环境，咱不管是 COVID-19， 咱不管是这经济状况、经济情况，可能都会互咱来心会当来飘动。但是因为咱有上帝，所以这个环境袂夺去咱心内平安。第2年了，雅各派伊的囝，就是约瑟的兄哥来到埃及，要是来退娘。经过一段故事，非常的精彩的故事。以后约瑟甲伊的兄哥来相认了后，就将伊的全家来接到埃及这个所在。
所以伫这段经文创世纪45章第40到7节，伊后壁讲，上帝找我伫你以前来，是要将为着恁来存留后代，搁要行伊的大拯救来保全恁的活命。所以约瑟已经知影讲，原来伊被卖，然后到埃及，到加甲被陷害，伫酒政长有2年的时间袂记伊，到伊真做一个宰相，到即摆伊接伊的所有的家族来到埃及，其实完全拢是上帝的心意。到雅各伫埃及17年，伊过身，伊雅各的时间是147岁，离开了后。约瑟完全来体会上帝的心。伫创世纪50章19、19到20节，我相信大家拢非常的熟，我也是真意爱这段的经文。约瑟对因讲：免惊吓，唔免惊，我减会代替上帝咧。前恁的意思是歹，但上帝的意思是好，为着要保全侪人的性命，亲像今日。这段经文搁一摆提醒我讲，其实伫咱过程中间，有时阵咱感觉咱受到侪无公义的对待，还是讲不白之冤。但是当咱若犹原徛伫上帝的话，犹原掠着上帝的时阵，其实上帝替咱伸冤，上帝借着咱来成全，来拯救侪人，将做别人的祝福。所以伫今日咱所读的经文，其实有开始饭顶都有读华语、台语，啊甲我再加一个英文。我真爱英文这个意思，就是讲，伫人的心内面有侪的计划，因为计谋感觉讲也是亲像咱无啥好，但是咱看因为人的心内有侪的计划，但是若毋是上帝的旨意，就袂成就。公教会伫黄牧师顶中职，啊甲兄弟姊妹努力一项，不管是做啥物事工，其实拢是下伫上帝旨意。所以若是下伫上帝旨意，有时阵咱会较辛苦，但是这辛苦是有价值，因为有天顶的奖赏为咱来存留。上惊的是咱所辛苦的，但却毋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安怎来？咱世上咱所做是属下上帝的旨意。咱个必须要，这我个跳过去个，咱必须要专心来仰望上帝。这是之前，这就是约瑟对17岁进前到伊50多岁时，会当伊的心思意念会改变。上重要的是，伊专心来仰望上帝。安怎来专心仰望上帝？我提出3项。头一项就是爱困读圣经。第2项就是爱祈祷，第3项就是安静。咱读圣经，圣经拢总旧约新约拢有1189章，那一天读一章，差不多爱3年的时间，900天的时间。但是咱若是一天读4章的时阵，300天过咱将圣经来读完一遍。总是我必须要讲，连我伫读圣经的时阵，只要看字，我大字圣经，有时阵目睭拢会酸。所以今日就是要甲大家介绍一个戏剧的圣经，伊会当用听的，嘛当用读的。对听的过程中间，伊亲像广播剧共款，会当有分角色，而且有背景音乐、背景的音乐，也有音效，会当互咱会知影，会当安怎来知影讲角色无共。若是咱读大小先知册的时阵，我相信拢是上帝讲话，甲拢是上帝即个先知来讲话，但是伫迄个圣经内面会分角色，有时阵是上帝讲话，有时阵是先知讲话，有时阵是旁白。就这个，互咱会当较有趣味，会当来互咱伫读圣经中间会当搁较轻松，搁较容易。所以这是一个手机的 APP， 免费下载，完全免费。所以现在会小可介绍这个4句圣经，互大家来明白。第2祈祷是，当时咱每一个人拄起床的时阵，拢爱有一个祈祷来求上帝来帮助咱一天的过程中间，拢会当有顺利。而且咱若是有查经祈祷会，伫教会中间的查经祈祷会，也是咱会当来参加。另外一个是 RPG 普通是1礼拜1摆，但是听讲有人是每1礼拜拢会当甲小组
每一工拢有15分钟到20分钟的 RPG。迄就是知影讲，其实咱一个基督徒，咱必须要常常伫上帝话甲基督中间会当连结，因为迄是咱属灵的两支线，咱会当飞悬，搁爱靠基督读经甲基督，缺一无法度，一支线咱无法度飞悬，可能都是原地绕圈圈。但是当咱两支线拢成长的时阵，拢会当帮助咱。第三个是咱安静。咱可能唔知影讲，咱听候上帝、等候神到底多么重要。我到即摆拢非常感谢黄牧师，借着江秀琴牧师等候神。当我拄着困难的时阵，3分钟的等候神，呼求神安静伫上帝面前，其实会当重新得力，真紧。唔是代志解决，是我有当面对问题的勇气。代志可能无解决，但是至少我的心态改变，我的心态改变。所以安静很重要。孔毅老师伫新竹，伊是交通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读硕士，到摩托罗拉做工作，然后被派到大陆。伊的成就就是讲，伫摩托罗拉伫大陆的成立有一个事业部，本来是赔钱，后来伊去了3年内面。成长200倍，所以也感觉伊足袂歹，很不错。所以个想法自己创业，创业了后，伊发现讲，伊伤骄傲。伊甲伊讲，伊伤骄傲。伊筹募资金无问题，但是伊所做设计，不管是硬体、软体，失败9摆，到第10摆才成功。等于成功了后，伊个将这技术卖给阿里巴巴。伊个退休，交做一个职场宣教士。当伊伫大陆遐做创业的时阵，伊发现一样代志，讲上帝教示伊，可以会当安静伫上帝面前。伊每一工起床的时40分钟安静伫上帝面前，啥物代志拢无做，食饭进行40分钟。伊也无听诗歌，也无读圣经，伊安静，因为常常是咱对上帝来求，但是真少的时阵，咱是听上帝对咱讲。所以这40分钟可以听上帝讲话。伊发现当伊安尼来做的时阵，70%的问题，迄工反正拢解决。伊嘛毋知安怎解决，其他的30%，伊又爱靠家己去努力，但其他70%的拢发生，拢成就啊。所以这是一件对来讲是非常安静，非常真重要的一样代志。伊捌讲一句话讲：快即是慢，慢即是快。所以有时咱想要真紧来成就真侪代志，但是可能就是真紧弄破碗。求上帝帮助，会当互咱伫上帝面前爱学习安静的这个功课。煞就是咱大家介绍这个戏剧圣经，伊只要100点钟，可以当将圣经听读一遍，一工20分钟，差不多4章。伊是伫过去2年中间，应该讲3年前。伫叫做台北协会来邀请有将近100位的艺人甲专业的人士所录制，因为爱分角色，搁爱背景音乐，搁爱音效，所以其实是耗资才开1000多万所创作的。即摆个希望会当将这礼物会当送互所有华人，会当诚做一个礼物，会当互咱伫读圣经的时阵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时阵，其实是完全免费 ，APP 完全免费，随时都会当听到上帝话。譬如说李天柱，大家可能有知影讲，伊是饰演大卫，然后宋逸民是做彼得，陈永康是路加，李明一是以斯帖，所以拢是有分角色。所以用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希望会当互大家会当来听一段圣经，因为2礼拜之前6月5号是咱圣神降临节。当耶稣伫使徒行传要上天的时阵，伊对这学生所讲的话，咱希望教会当复兴，但上帝什么时候复兴咱唔知影。但是咱只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相信上帝的祝福。不管是咱的人，咱家己还是讲教会，都咱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这段咱来听连结爱。要先放 PPT。
对，先放从本页开始，从本页再连接先从本页开始放，可以吗？没有办法是。若是无办法是，我马上放给大家听。等我一下，一真方便，它只有3个。书读行端第1章第1节，可以吗？感谢亚里姊妹的帮赞。伊这 APP 其实真方便，就是讲咱只伊有分圣经有旧约甲新约，有66卷册，每一章伊每一卷册有几章有几节，拢会当伫这圣经内面，这 APP 内面来显现出来。而且伊有其他的功能，有读经的计划，还会当介绍规卷册伊的背景，会当伫这中间直接按。可以吗？没关系，好，安尼，好，没有网络，我没有网络，好没？安尼我个伫圣经透过麦克风来放给大家听。《使徒行传》第1章。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现在讲教会的弟兄姊，主耶稣安怎被提上天，伊要再来。咱伫讲教会所持守的，就是看到上帝耶稣对这世间人的心意，咱努力去做。总有一天，当主耶稣过来的时阵，会俄罗咱讲，咱每一个人拢是各忠心、各良善的奴仆。这就是咱这世人会当伫主面前所会当得到上大的奖赏。最后要以一个这是DM 吼，就是讲所看这伫有带小可来，你也是咧扫描 QR code 嘛，是会使。若是讲你伫 App Store 内面，不管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系统，拢会当打戏剧圣经4个字，戏剧圣经4个字，拢会当下载。
下载了后，你嘛会当将伊下载在手机里面，会当随时来听。因为这 DM 应该是伫1楼的时阵，感谢黄老师有一些 DM 会当来分享吼。伫咱周报内面也有一个连接网址，咱周报嘛是一个连接网址，只要打在连接网址，都会当得到。最后伊一个故事就是巴西踢骹球的明星卡卡来做一个结束。卡卡伊伫2007年的时阵是世界足球杯的最佳足球员。所以伊拢是职业球队，伊职业球队的时阵，有是皇家马德里将伊买去，伊的签约金是迄阵皇家马德里第2高，只少席丹，席丹是法国先生，只少于他。但是伊转到法国意大利皇家马德里了，转到皇家马德里了，伊连续4年因为伤势的关系，所以变成悉尼表现不佳，所以他到今麦为止，依然是皇家马德里表现最差劲的踢脚球球员之一。所以也想讲，到底伊是最佳球员，还是他是最差劲的球员？但是后来，伊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当伊赢的时阵，伊拢会将一领的 T 恤套在身上。因为就 I belong to Jesus， 我属伫耶稣，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伊后来讲，不管人安怎看伊是上好的球员，还是上差的，伊记得一点，伫耶稣基督内面，伊永远是上帝的囝儿。所以这个身份毋是别人会当夺去的。所以咱的心思意念，咱想讲咱是啥物人，咱就会当咱所做的，会当成做一个啥物人。希望这个今日的分享，会当知影讲，留言兄这拢是上帝主耶稣所当家所买赎转来，咱拢是天父上帝囝儿，这个身份是无人会当夺去的。咱会确定咱这个身份的时阵，咱所做一切，才会当蒙受上帝祝福。咱三个来祈祷。天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是这世代变幻的时间。阮知影讲，上帝，你即时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毋但是要得到你的恩典，而且要为你来做水的见证。最后，你应允讲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但是阮爱将阮所住的所在、信的这个所在，阮上帝所安放的光荣教会，会当真做光、真做盐，会当互侪人因为上帝、因为光荣教会来真做上帝你的囝儿。帮助每一个人思想拢会当专仰望主耶稣基督，仰望上帝，互阮知影讲，阮是上帝的囝儿，阮这身份是世界所袂当夺去的。愿上帝祝福在座每一位上帝所疼的囝儿，互讲教会真做上帝所宝贝的，这教会真做得救的门。阮当心祈祷，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最后感谢大家吼，用我已经10几年无讲台语啊，谢谢。记早期有声圣经吼，就用听的圣经，迄拢爱买一个机啊，买一个机子吼，然后才能够听圣经。那时候一个大概2000多块这样子。那现在都已经在网络上都有哈，真的是很方便。开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神的话。佮接下来咱要来吟圣诗593首，来回应上帝的信息。593首拄着试炼，在会为你真艰苦。咱要来吟第1节、第2节、第4节就好。请咱起吟起。我心感谢上帝。
守的天父上帝，阮一切所有拢是对天父上帝的恩典赏赐。我得到财富的力量、智慧甲机会，拢是对你来的。愿上帝，阮行做逐项运事忠心好管家，阮甘心乐意献上阮的运事才能来服侍你，嘛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愿你感纳，奉主基督的名，阿免。真济。这咱要来报告，报告大声，咱牧师你是咪来介绍新的？哦，你要报上报告就好。咱今仔日有几位新的朋友吼，新的朋友来到咱中间。那个林牧师，你们有填那个吗？有填那个单子吗？没有哈，好，那没关系。那个今天就是新竹监狱的那个牧师哈，更生团契的牧师，他林立牧师，他带4个我们丰盛之家，就是我们在新竹新丰那边有一个丰盛之家哈，带4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林牧师，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四个学员好了。谢谢林立牧师哈，我在监狱服侍的时候跟林牧师已经搭配很久了。好，好，来，咱来看教会的消息吼。今仔日咱真欢喜会当请张建祥牧师来到伫咱遮做2场的讲道吼。啊，遮介绍是拄则伊有介绍过啦吼，这有戏剧圣经吼，这确实真正真方便。你啊，若要有时啊，你要困真正嘛，当放咧听啦吼。啊，以前是拢一个机啊，迄个机啊，伊咧跳，敢若一张安尼尔吼，伊袂当迄个这，希望咱大家会当加读圣经啦。因为你读圣经，你了解上帝的真理，对咱的活命有真大的帮助吼。第2项就是顶礼拜六咱小会有几项的决议吼。第1项就是咱配合咱这栋大楼的消防的检验，所以咱有换一寡设备吼。咱大楼内底迄种消防的设备，若已经歹去啦，还是较旧啊，袂用一个，咱拢甲换掉啊吼，拢甲换掉。所以啊，第2项就是台湾人伊接受咱本会申請张敦雅是学生，就是敦雅啦吼。敦雅，我想咱教会兄弟姊妹真侪拢捌伊，已經來過6禮拜啊吼。啊，所以台灣人伊有接來咱申請敦雅伫咱遮做實習，所以伊對7月吼，7月每禮拜的拜3到禮拜日，一禮拜有5天的時間會伫咱遮，因為7月是暑假啦，所以伊會當做安尼吼。啊，8月就恢復正常，敢若拜6禮拜會來咱教會。啊，針對疫情對未來教會的牧養吼，所以咱教會遮有擬定一些事工的計劃啦，用一寡事工的部分要來接受這個疫情的衝擊的挑戰吼。這等下牧師可能會閣補充報告。啊，咱最近有要舉行聖禮典，咱是預定伫7月初3，伫2場的7樓甲8樓，華語甲台語的禮拜內面來舉行聖禮典。第5項咱已經看過6禮拜啊吼，我想咱兄弟姊妹咱家己來看就好。好，牧師，請牧師來補充報告。啊，今日特別咱邀請張建成長老吼，啊，伫咱長老教是長老，啊，現在是救贖傳播協會的牧師吼，安尼，啊，所以啊，伫咱的教會中間啊，我有關係請長老，較早伫永和的時陣，伊是上年輕的長老，
这个服侍上活力，所以拢配合真好势，所以伫遐是足得力的同工吼，做伙服侍，嘛真欢喜，即马全时间咧服侍。过去伊是咧上班吼，伊嘛是清代毕业啦吼，即马伊个囡仔嘛是北门圣教会咧做传道，吼，所以对伊来讲，即马心得嘛是差不多伊常常安尼行大一个所在吼。过去的工作常常去宣传全台湾吼，全国即个伊个业务。就是传播协会是介重要当工吼，伊负责即个部分就是戏剧圣经，所以咱一定爱拿 APP 来用起来吼。通常我若要困以前，拢在听圣经啦吼，有时听英语的圣经，那个 Bible reading 吼，安尼足紧就困去安尼，因为爱较专心吼，较专心足用时间体力的，拢困去安尼。即个圣经嘛共款。这个有这个戏剧圣经，不过这因为这戏剧有戏剧化，听了可能较兴奋，试看觅。差不多一章15分钟安尼尔。你若咧洗碗啦、做工课啦吼，放个大声安尼听，安尼足好安尼。所以咧，咱就无啥物理由讲咱无爱读圣经。所以即摆做些这工具吼，无论是听要读的拢总有。所以咱运用这个真好的这个戏剧圣经，搁做戏剧性吼。来迄个咱伫1楼吼，1楼有即张啦吼，有即张，就是伊放互咱的吼。你若讲要拍迄个戏剧圣经 APP， 你也拍了就对。这有那有 QR code，你来扫一下也可以进去吼，安尼所以做方便的。但1楼的服务桌遐有客伫遐吼，咱可以一定爱拿放入去吼，安尼。那第二部分呢，这个特别有一个就是。小会有决定吼，就是讲咱要来决定伫即个疫情的时阵，咱教会一寡即个关怀事工。为什么要做即个代志呢？这非常非常重要。伫咱公报社吼有一篇的文章大概就是咧讲即个疫情的时阵，咱教会的牧养的问题，所拄着的问题，要以及牧养的一个探讨吼。我安尼有人来整理起来啦吼，安尼我小可来重点来讲一下，就是讲这是一个疫情的时代，所以现在一定是实体，现在咱就在场，甲线上聚会结合，咱这已经做足久啊吼，安尼。那教会要怎样？这个聚会以外，要怎样伫线上传福音，甲线上牧养关怀，这是个事课啦，毋是讲咱这礼拜都有线上甲实体安尼尔吼，连关怀嘛是爱线上甲实体，这个意思吼。第二就是讲，这个为什么这个疫情的时阵吼，咱聚会人会较少去？这因为吼，咱的信徒会惊讲团体群聚会去传染着。做些咱伫疫情伫迄个园区，还是讲伫咱病院咧工作的人，因差不多要求卖第一线咧服务的人。尽量莫参加群聚，迄个今仔日为什么咱教会有真侪马甲的医护人员，咱即晚无多参加，因为安尼来规定。是有一寡人已经惯势吼，佮较有弹性，因为即个疫情以后，较有弹性，时间佮较自由的线上主日聚会，还是小组的团契，安尼。所以呢，有真侪教会疫情过去，恢复即个实体聚会，但是呢，真侪即个信徒拢面对。叫袂倒来的情形，流失，所以咱实体无减，但是信徒都无来吼。是讲疫情过去拢较放松安尼结果呢，咱无法恢复到过去这人数的水准安尼惯是较弹性的自由时间，毋是无爱聚会，就感觉安尼聚会嘛是会使。所以有咱的小组约聚会，甚至比前较侪人，为什么线上？实体安尼，所以实体甲线上小组聚会，一个人都来参加出来底。然后，伊讲这个疫情的时代呢新的聚会方式，甲教会可能爱拍破堂会为中心。意思讲，恁到礼拜几拢来来到这个同时间同地点来。伊讲即马可能无法度。即摆就是疫情的状况，伊无法度来到这个所在，可能是厝内底实体这个疫情过去了，伊嘛关系是安尼所以爱拍破以堂会为聚会中心的迄种的思考啦要拍破这是一个情形，拍破这意思就是讲，你爱
开始有一个线上的关怀牧养的心态。那所以伫这疫情的时阵，可能咱的风气会减少，人数会减少，安尼。所以这个疫情了后，嘛是会共款，这个减少，无度恢复亲像过去的这个情形。咱新竹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大的教会，因即马聚会剩1/3。过去咱拢讲安尼教会发展较好势遐好势，人数真多真有发展。疫情过来了，剩1/3。所以这毋是咱家己教会本身的拄着问题，差不多是普遍上拢有拄着真大的这个问题那我就是伫这儿童甲青少年的牧养，会拄着真大一个问题。这个囡仔嘛毋敢来像即马囡仔上惊着伊无打疫苗，伊毋敢来所以咱的助理人数嘛减少。有一天伫我办公室，迄个曾诚就伫遐咧，甲遮个囡仔咧讲话。我讲曾诚你创啥物？伊讲我即马咧教助理学生伫遐咧 RPG， 伫遐线上聚会。我无说歹势伫咧办公室15分钟就好。我讲恁15分钟就好哟，嘿，阮都一天15分钟。就逐个囡仔读册煞，就才8点8点这个时间册放咧，早15分钟跟他们聚会一下。我就真感动我讲因主动来做这个代志安尼。甲因读圣经然后一个祈祷15分钟就结束。每一天我就感觉咱真好还有咱有真侪会友甲中级，因其实拢有参加真侪遮个小组，即种的小组安尼，短时间聚会半点钟结束一礼拜一遍。那所以呢，这是咱现在面对必须要做一个调整的改变然后伊讲过去咱是拢礼拜煞着手啦、清安即马呢，咱压袂着手，安尼压着手就较有限。所以教会学习面对面的探访以外，嘛得爱网络世界的探访方式。伫即个真大改变的时阵，这是咱现在爱思考的一项。今年咱感觉讲等这疫情过去，可能就代志解决。咱已经等差不多2年外，还未解决，2年半还未解决。但是要搁等偌久，毋知影。所以愈久的时阵，有可能咱的兄弟姊妹，即个对教会，还是讲对聚会，即个态度会愈来愈冷漠。你若无想办法有一个接触的方式，甲伊有一种的线上还是网络。即个关怀方式会愈来愈疏远去，安尼这也就是为什么咱现在要来思考咱的小会已经有讨论，就是咱是毋是用透过即种 RPG 即种的方式做一个接触。这上侪的即个讨论方式，今仔日咱中聚会嘛讨论这个代志这中聚会本来是7月要开啦但是因为咱有即个关怀迫切性，所以咱提早所以就是讲咱即马爱适应即种的情形安尼所以这是确定咱规中聚会咱的时间无介久的时间，确定聚会煞的时阵咱就便当客去到7楼咱希望差不多7点45遐阵咱结束安尼因为咱阁有幸福小组的这个聚会咧进行大概是报告到这个所在他都有特别讲到迄个专带属灵军装啦我咧准备讲这个时候，本来是讲要讲2天就好结果愈准备愈多感觉爱分享的需要足多，所以这专带属灵军装爱讲4遍。第一遍，好掉咱每一个人真做刚强的人；第二，互咱知影属灵征战是啥物；第三，第四，咱较会讲去爱穿迄个全副的上帝军装来参与征战所以咱的讲章拢放伫咱的周报内面所以你若无听到时，卖当这周报这个讲章来看去安尼。到伫遮补充到这个所在。这点咱伫1楼先咱给他客多谢牧师的补充。我拄则有留一项等下12点15伫7楼要开中集会。好，咱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咱起立来念。
黄牧师来祝祷。原来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三甲伫咧，对咱到永世代无尽。阿门。